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品华。怡姐，我觉得你好健康哦，我看你常常在打羽毛球哎。其实我每周都固定打羽毛球哦，因为打羽毛球不仅是入门容易，而且上手也很简单哦。你说的羽毛球就是羽毛球了，而且呢，我也发现哦，像现在很多的体育馆呢，其实都会有羽毛球场哦。说到了体育馆要怎么讲呢？体育馆的客家话叫做体育馆，体育馆就是体育馆了。那么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下次就跟着我一块去打羽毛球吧。我也真的很想要打羽毛球，不过呢，我没有球拍球拍很重要哦，因为如果球拍选不好的话，还会容易造成运动伤害。所以我下班的时候陪你好好去选一下好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呢，一起去体育馆打羽毛球。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乡哈去体育馆打羽毛球，乡哈去体育馆打羽毛球。今天Go Go公好发就带你一块来试试看打羽毛球的运动哦。今天下班可以来打羽毛球，真的很棒哎。不过现在体育馆好难约哦。不会我今天就帮你预约到喽。这体育馆好大好棒哦。对呀，今天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打一场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累哦，休息一下好了。你杀球太厉害都打不赢你。不是，我觉得是因为今天我们两个都不是拿自己的球拍，怎么样打都不顺手。不然的话，以你的实力，应该是我打不赢你才对。真的吗？是不是很厉害啊？超强，杀球的动作很棒吧？给你鼓鼓掌，太厉害了。其实打羽毛球真的很过瘾而且全身都能够运动到，对不对？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怡姐很厉害的羽毛球了。羽毛球要怎么说呢？客家话就叫做羽毛球。羽毛球就是羽毛球。而现在呢，很多的体育馆呢都有羽毛球场哦。体育馆要怎么讲呢？体育馆的客家话就叫做体育馆。体育馆就是体育馆了。而除了是这个打羽毛球有体育馆之外呢，球拍也很重要哦。球拍要怎么说呢？球拍特别的重要，应该要说的是球拍。球拍就是球拍了。那如果我们要教大家的是呢，一起去体育馆打羽毛球，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乡哈去体育馆打羽毛球，乡哈去体育馆打羽毛球。今天Go Go公好发带你扎扎实实的运动打羽毛球了，我们下次见。